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到这是这个中华花坛的雨山岩，这个金针花开花了。十外万丛黄艳艳的金针花，目前是开2成，公布亲戚进前会开到9成。啊，因为疫情，所以任行要来管制。步道区一届敢若要开放20个人入去，警方嘛会做交通的管制。哦，真的啊！黄艳艳金色的花，伫咧山轮啊开到正暗。规山片的金针花海，成真侪民众摕手机来翕。这个只是中华花坛的火山岩，10几万丛的金针花开起拢会成真侪人来遮佚佗。即马花已经开2成外，预计5月连假和母亲节会成更加侪人来。担心哦，现在这么多人了，担心也没有用啊。顾好自己也是保护别人这样。大家想花翕相，难免拢会把喙暗摕落来，想要含黄金花蕊做翕一张相。不过即马疫情严重，民众出外拢会查酒精消毒，火山岩观音会嘛拢会伫咧遮管制人数。上山的赏花步道，我们这边会人脸在这边管控人流了哈，多寡逗留时间，我们会劝导他说尽量赶快。警察先生哈后线哈那个人脸来指挥交通。那至于游览车的话，如果人脸太多了，车辆太多了，我们就管制在那社区活动中心前面。管委会强调，会伫咧赏花步道门口控制人数，一摆走道20个人要去，卖请警察来做交通管制，互民众伫咧山轮散步赏花时，卖当做好防疫，安心佚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